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2月初1。今日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节到第10节，民数记22章第1节到21节，使徒行传21章17节到26节。今仔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启示。伫民数记，咱看到迄个巴兰。巴兰到底是甚物人？伊是先知吗？若安尼是安怎上帝要找遣使者来阻挡伊，甚至想要杀伊呢？咱对经文的记载有几个角度背景，咱要来看。第一个就是地点。按照经文甲咱讲，巴兰是住伫迄个阿门人的所在的人，就是迄个幼发拉底河的顶游即个所在。所以咱真清楚知影，这毋是一个犹太的国度。第二个角度，咱要对伊的职业来看。根据今仔日的经文，民数记22章第6节的经文安尼讲，我知影你祝福人，人就得到祝福；你咒诅因，因就受到害。巴兰是咱讲巫师啦吼，也是术士啦吼。这是当初时流行伫两河流域的民族的一种巫术吼。咱会记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阵，有东方的博士对远远的所在来拜伊，伊也是对这个所在来。第三个就是拜托，来找巴兰的人是摩押王。基本上，摩押已经是外邦人，是祭拜偶像的族群。摩押王巴勒基本上袂去找上帝的先知。第四个角度，对象。摩押王巴勒找巴兰的目的，是要来咒诅迄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听着讲以色列人去到什物所在拢歹赢啦，因为上帝甲因同在。甲因保守，因毋捌输过安尼战无不胜啦。因此，巴勒要来找巴兰的目的，就是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搁较清楚来讲，就是讲要甲上帝作对啦。即摆搁进入后壁的问题。既然巴兰是幼发拉底河流域这出来的一个巫师，是安怎伊听会到上帝的声音？并且巴兰搁安尼讲巴勒，若是用满厝的金银互我也毋敢搬过我的上帝的命令来加减行。请恁担金棉，搁歇食，听候我知耶和华搁甲我讲甚物。听起来哪亲像巴兰是属于上帝的人啊，所以听有上帝的话啊，而且搁安尼真安尼正义讲搁满厝经的经文我嘛袂安尼做安尼啦其实这无奇怪啦咱伫拜六的经文内底也有讲到《申命记》13章第1节到第5节。咱有提到讲，遐会当行神业奇事的人，无一定是属上帝的人啊，对无？咱也对耶稣基督的故事记载时，咱也看见讲，上帝的启明星，即个东方的博士看见上帝的启明星来拜耶稣，伊嘛是安尼，敢毋是安尼？所以巴兰伊有咒诅人的法力，嘛毋是一个奇怪的事。听会到上帝的声音，嘛毋是一个奇怪的事啦不过重点就是亲像伫申命记的时阵，13章的时阵咱所讲的，这个文士到底有互上帝来使用，有听见上帝的启示也无，这才是重点啦咱讲到东方的博士。
因看到启明星，就得到上帝的启示，不但对远远的东方来到伫伯利恒来敬拜耶稣，因阁听见上帝所罗门互因的启示，叫因莫倒转去甲希律王报告的启示。所以因若听到安尼上帝的启示，因就离开。对今仔即个经文民数记22章，咱也看见上帝想尽办法，要互巴兰学习听见上帝的启示。但是照看起来，巴兰是安尼，介先听到，介先了解，佮介先无介知影安尼吼，安尼来军队安尼吼。好那亲像听会着上帝的启示，佮亲像听袂着上帝的启示。上帝不但透过家己甲巴兰讲话，也透过使者想办法要来甲阻挡，拢是要为着提醒巴兰爱顺服上帝的旨意甲启示。上帝咧甲讲，遮个人若来叫你，你就起来甲伊去。总是我要甲你讲的，你着遵趁，这个是重点吼。伫接续的即个经文内底，上帝使者嘛，同款的话再次搁甲巴兰提醒，着爱照上帝的话来做。使徒行传伫即个20章的记载中间，讲到保罗第3摆宣告行程，伫会场的中间的迄种紧迫性，因为原本保罗得到启示，想要搭迄个快船，直接倒转去伫耶路撒冷，因为伊的心中有一个上帝的启示，就是要伫五旬节的时阵来赶转去到伫耶路撒冷。却因为某一寡阻挡，就是亚细亚的遮个犹太人的关系，改变行程，互伊的行程是大大受到影响。第21章17节到26节的经文，咱会通看见保罗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了后，马上甲雅各甲遮个使徒，那种教会长老来请安。报告伊伫宣教行程中间的见证，并且嘛照使徒所交代，伊吩咐因去的，照犹太的律法去行洁净的礼，佮献祭。但是呢，咱看见遮个犹太宗教的掌管者，却亲像巴勒即个摩押王共款，想尽办法要借着伊的能力宗教。用假干净来陷害保罗，这互咱来思考一个属上帝的人，上帝的奴仆，是毋是会当听见上帝的启示，并无在伫伊的能力，搁较无在伫伊的职位啦，是在伫伊是毋是有即个顺服的心啊无？咱会通对迄个撒母耳上悬的以利。甲撒母耳来看出啦，那撒母耳细汉的撒母耳呢，听到上帝的声，但是以利呢，听3摆听袂出来，讲这是上帝的声。所以无论什么款的能力还是职务，咱上重要的是爱有顺服上帝启示的心。但是真可惜，咱看见真侪时阵，咱用家己的心愿来赢过上帝的启示。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2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5篇第1到第10节，民数记第22章1到21节，使徒行传21章17到26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启示。我们在今天的圣经里面看到一位这个所谓的先知啦，巴兰巴兰是谁？他是先知吗？那么如果他是先知的话，上帝为什么要差遣使者来阻挡他？
并且有可能要杀了他。那我们来分析几个背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是地点。巴兰他是住在亚门人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这一地带的人。这个地带基本上是非犹太区，是一个外邦的地方。第二个是巴兰的职业。根据民数记22章第6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知道你祝福人们就得福，你咒诅他们就遭殃。这样的作为基本上不是一位先知的作为。巴兰是当地的巫师，或是我们说的术士，这是在两河流域的民族相当盛行的一种宗教职业。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的东方博士也是来自这一个区域。第三个角度，我们要看请托。来找巴兰的人是摩押王巴勒。基本上摩押早已经是外邦了，他们是祭拜偶像的族群。摩押王巴勒基本上也不会去找上帝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对付的对象，这是我们第4个角度要看的。巴勒去找巴兰，不是为了要咒诅，是为了要咒诅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听闻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同在与保守之下呢，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因此巴勒找巴兰是为了要咒诅以色列人，我们说上帝的子民。那更明白的说，巴勒找巴兰是要跟上帝作对。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说他既然是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流域的外邦巫师，他为什么会听得到上帝的声音？并且在经文里面，巴兰明白的这样说道，即使巴勒将王宫里所有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在任何大小事上违背上主我上帝的命令。可是请你们在这里过夜，像以前的那批人，我好知道上主是不是还有别的话要告诉我。其实这并不奇怪，我们刚刚也已经提到了那一些看到上帝启明心来拜耶稣的东方博士们，他们也不就是如此吗？那在上个礼拜六，我们在读经的分享里面提到的这个申命记第13章第1到第5节，我们提到了那些能够显出神迹奇事的人，这些人不见得是属于上帝的。因此我们看到巴兰他咒诅人有法力，也不是件奇怪的事，只不过是重点在于这样的恩赐有没有被上帝所使用，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启示，这个才是重点。我们提到的东方博士，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启明星呢，就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们不但从远远的地方来到伯利恒去敬拜耶稣，更在敬拜耶稣之后听到上帝的启示，不要回去告诉希律王，所以他们也听到了上帝的启示，然后就直接离开了。从今天的经文民数记22章，我们又看到了上帝想尽办法要让巴兰来学习听到上帝的启示。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巴兰他这种似懂非懂的，好像是跟随，又好像又听不到上帝的启示，不知道怎么走。所以他刚刚那句话说，
我好知道上主是不是还有别的话要告诉我，他也不太确定啊。那上帝其实透过自己跟巴兰的对话，也透过使者想尽办法来阻止、提醒巴兰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与启示。在经文里面来看到上帝跟巴兰这么说：如果这些人是来求你跟他们去，你就准备跟他们去。后面那句是重点。圣经说但是呢，要照着我的话，这是上帝跟巴兰说的。在接续的经文里面，上帝的使者也再一次提醒巴兰，同样的话要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在使徒行传的20章、21章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在第3次的宣教行程回程当中，他有他的急迫性，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的给他的启示。他原本是想要从希腊那边搭快速的船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心中有一个计划，就是这个是上帝的启示，就是需要在五旬节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却因为这一些宗教人士、亚细亚的犹太人的阻挡，而改变了他的行程，也使得保罗的行程这样子有跳岛式的大受影响。21章17到26节，我们看到保罗好不容易回到了耶路撒冷，他马上就跟雅各还有这些教会的长老们、使徒们问安，报告他的宣教行程以及见证，并且他也非常守法的按照使徒的吩咐去行了洁净的礼，遵守摩西律法的规范，也在圣殿里面献祭。但是我们却看到那一些宗教的掌权者，却是如同巴勒一样，想要借着他们的宗教，并且用假见证来陷害保罗。那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思考，一位属上帝的人，上帝的仆人，是否能够听见上帝的启示，其实是不一定的并不在于他的能力，更不在于他的职位，而是在于他是否有顺服的心。这个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上卷的以利跟撒母耳的事情来看，我们在第2章、第3章的地方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重点是必须要有顺服的心，愿意倾听的心，才能听见那个启示。然而我们通常看到的是，我们都喜欢用自己的心愿去代替胜过了上帝的启示。